暑假又放完啦，130幾萬學生今日開始又要趕船趕車返學咯喎。不過對400個喺將軍澳迦密主恩中學返學嘅學生嚟講咧，返學就特別辛苦。咁原因就係呢一間學校而家同外界隔開，冇交通工具可以去。謝彩雲報導。喺將軍澳寶林村嘅迦密主恩中學係一間新嘅津貼中學，原本起嚟係配合寶林村嘅發展，學校就已經起好，今日亦都開課。不過寶林村就未起好，周圍仲係建築地盤，連一個居民都冇㗎。迦密主恩中學就成為寶林村唯一可以入伙嘅建築物。而由於冇居民，九巴亦都冇派車嚟行走。而最近嘅巴士站就喺安達臣道，學生落咗車仲要行9個字先至返到學㗎。而400個新入學嘅學生嘅交通同埋午膳就成為一個嚴重嘅問題啦。學校係要特別安排旅遊巴士，沿住平石村去到觀塘，載附近嘅學生返學。一啲等唔到旅遊巴嘅老師同埋學生就要趕的士入將軍澳啦。一位同學話：佢曾經諗過要轉校，諗過嘅，但係冇得轉啦，問過人啦。校長就話暫時只有朝早一班車入，下晝一班車出，係好唔方便嘅。而且由於地方太過偏僻，只有向快餐店訂飯盒俾學生食，而課外活動亦都大受影響。其實唔單止學生啊，啲教職員都係要按時出翻去㗎啦。咁所以第一學期嚟講，啲課外活動可能會受啲影響。劉校長話：由於房屋處係上個星期5先至將學校交俾佢哋，咁連續就係3日公眾假期，所以到今日呢，校務處呢度呢仍然係一啲裝修都未做起㗎，咁甚至連電話都未有。呢位梅先生就住喺柴灣，本來諗住搬入寶林村，所以將個女轉入呢個學校，以為返學會方便啲啦。點知依家日日都要由柴灣帶個女返學，佢就話好擔心啦。交通啊、治安方面啦，最重要即係寶林呢個地方而家太清靜啦。房屋處嘅發言人話：造成咁多唔方便，係負責建屋村嘅承建商交樓交得遲。而承建商又解釋話，建築行人手短缺，所以原本7月交樓，而家就要等到11月啦。而九巴總經理雷國坤話：佢哋今日截止學校開課，佢答應喺4、5日內會籌備一條巴士線去學校附近嘅。無線電視記者謝彩雲報導。咁咧，我哋2日前就報道過將軍澳迦密主恩中學交通隔涉嘅情況，咁而家呢個問題咧有咗解決辦法。係啊，咁而家巴士公司就決定提早2個月開條新巴士線去寶林村，由下個星期開始，啲學生同埋教師就可以搭巴士返學放學。謝彩雲報導。迦密主恩中學嘅劉增瑞校長都係下晝先至接到運輸署官員嘅通知，下個星期開始有一條93號 A 線嘅巴士載學生。佢話覺得好高興。喺我後邊呢，就係93號 A 喺寶林村嘅巴士總站，咁係喺正迦密主恩中學對面嘅。咁呢條線由下個星期1開始，由星期1至星期6行走嘅。93號 A 線嘅巴士主要係愛嚟載400個學生嘅。喺朝早嘅返學時間係由6點9至到8點25分喺觀塘碼頭開出，而每20分鐘就有一班。下晝放學時間就由3點7至到5點7，亦都係20分鐘一班車。學童搭一程係只需要6毫子，而喺目前啲同學係搭學校安排嘅旅遊巴士，朝一班車返學，下晝一班車放學嘅。不過啲同學話交咗100蚊做呢個月嘅旅遊車費，點都要搭翻夠本。咁咪搭埋呢個月先咯。巴士好逼啊嘛，即係有時咧等唔到咪遲到咯。搭校車即係定時啲咯。而校長就話點都有啲唔想太早起身搭校巴嘅同學係需要搭巴士嘅。不過佢相信喺呢個月內就唔會太多啦。無線電視記者謝彩